香港冠軍騎師潘頓的坐騎值得投注？我們可以怎樣去分析其機會？想想怎麼他就經常每次騎最多，每場都幾乎係大熱門。哈羅威第3，戀愛狂第4，係咪機會高過入邊鬥智波同埋出邊嗰隻幸福約定呢？結果今場一對金都跑得好啊，而金會千歲呢，咁當然最後100米到啦，萬眾開心，拋甩咗後邊嘅對手最少1個馬位，先拔頭籌啊！第2名嘛，鄉村樂韻啊，第3落河，第4名要影啊，埋邊係飛雲。中間呢咁啊都係保持翻個同速，係節節有福啊！結果今場賽事萬眾開心，咁啊落咗班，真係鎖住個對手。外先鋒喘咗上嚟，出邊位置呢就係呢隻勁進非凡，第4名係朗日自強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其實都係主動型放頭嘅，驕陽雄心，咁啊結果放到啦。很多坐騎都係接手其他騎師，其他騎師都會因為好多原因不能勝出。而潘頓在發揮坐騎實力時是高人幾等，絕少因為走位、操控或犯錯而輸馬，因此好多馬房馬主都會主動找潘頓，根本上他一場就至少有2-3匹馬可選，所以換潘頓應該是取勝機會略高。根據馬會網站統計，上季其總出場次數為693場，在本人計算下，換潘頓場次335，勝出75場，勝出平均賠率5，回報率即5乘75除335等於 1.12， 係正數 1.12 倍，100蚊贏12蚊。若投注潘頓所有場次693，以其他為代表，其勝出率為 4.4， 其他所有勝出數144場次，即回報 4.4 乘144除693等於 0.92， 低於1，即100蚊輸8蚊。以上數據就證明事實與上述分析是正確。雖然這些回報率並不太高，但是平均都有正回報。只要注碼分配適宜，累積回報也很可觀。可以看下去場地及路程分析。全港最強騎師潘頓，竟然有一條跑道是他死穴。如果你認為潘頓只靠騎功，你就錯了。今日拆解他近期的場地數據，再揭發係邊個練馬師係派彩王，回報率高達2倍多。潘頓場地適性拆解，焦點分析，沙田草地。王牌潘頓在沙田1200米勝出率高達 30%， 125場出賽，1400米勝率 20%， 證明短途係佢殺食地帶。跑馬地陷阱，雖然佢響跑馬地出賽頻密，1200米出賽110次，但勝率僅 20%， 低過沙田好多。特別留意跑馬地2200米，勝率只有 11%。如果見到呢個路程，要小心判斷。沙田全天候泥地王者數據顯示潘頓響泥地1200米勝率高達 26%， 1800米更達 33%。雖然出賽少，只得6場，證明佢處理偏門跑道有一手。配搭練馬師數據透視，
邊個最抵買？焦點分析一，大衛希斯最勤力出賽39次，勝出6場，勝率約 15%， 但獨贏回報率低於1，能考慮作連贏馬膽。同樣佩賀賢出賽次數38次，勝率不差，但回報率更低於 0.4， 絕對只能考慮連贏。2. 黎超星績優股出賽17次，勝出6場，勝率高達 35.3%， 派彩回報率達 1.6 倍，或者還可考慮2中彩膽。3. 沈集成穩定之選出賽30次，勝出12場，勝率 40%， 係一眾馬房中勝出率最高。雖然派彩唔算最爆，但勝在準繩度高。4. 丁冠豪神秘黑馬出賽7次，勝出5場，雖然樣本較少，但呢個勝率驚人，派彩回報率達到 2.3 倍，絕對係冷門玩家必睇馬房。如果聽日跑沙田1200斜線1400，潘頓上陣，值得稱先。如果跑馬地2200，避開潘頓熱門，揾其他騎師，配搭練馬師投注策略，想穩陣揀沈集成，想刀仔鋸大樹留意丁冠豪同大衛希斯嘅冷門馬。提醒馬迷不要選擇以下練馬師：貴福特、韋達、賀賢及蘇偉賢，勝率及回報率低於 0.5。 數據只係參考，臨場狀態同賠率走勢先係關鍵。下月開鑼賽事，你會點揀？留言區話我知，記得 like 同 share，下期見。